新闻一开始，先看新北一个执法的歌仔仔，透过李学联名的介绍，转去予台北的年母照顾，抓去热台地死。卫生部今专案会议，要求李学联名要暂停收要送饲的囡仔，准讲未来若要送饲，地方的政府嘛要介入，年母的资格条件嘛要严格来规范。最近一个查甫囡仔伫咧等待出养的期间，敢若是予年母虐待到死。地检人士证实，这个查甫囡仔本来是外妈伫咧饲，不过因为经济条件无好，只好送人出养。因为阿妈她实在没有经济能力可以再负担这个小孩，所以她早就有想要这么做。台湾每年平均有2200位以上的囡仔需要寄养家庭，不过出养的服务自接案到裁定流程平均要经过1年半。在过程中需要甲出养人，也就是囡仔的原生家庭一直联络。若是联络袂到，出养的程序就无法度继续。就算原本的原生家庭有这个意愿，不过台湾目前只敢若1500万的寄养家庭是无够。我觉得当寄家不能单打独斗，全家人都要有那个向心力。在一个难关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这一小孩，你会想说，我们这个难关也不算什么。收养家庭无够以外，还有6成的收养家庭照顾者年纪拢超过50岁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希望中共会当做到高风险离校专职医师的制度，同时还建立共访机制。未来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共访机制，比如说，如果这一次有一个彼此相互通报的机制，让更多人能够注意到问题。卫生部伫12开专案会议，做出6点的结论。建议未来若是有出养的必要，袂当甲评估、媒合、暂时安置甲收养了的访视工作，拢交予民间团体执行。出养时阵，也袂当只敢若评估家庭的经济因素。另外就是管理机制，尤其是照顾3岁以下，应该较严格规范年母的资格条件。过来就是访视频率，也个建立无责任的退场机制。另外要结合幼儿专职医师共同来关心。因应这边儿童被虐待致死的案件，也暂停立法联名新收出养个案。发文给儿童福利联盟，我们会要求他要暂停新收出养儿童。那已经还在做媒合程序的县市政府，也要跟这样一个收出养的媒合机构，特别是儿福联盟这边要通力合作，一定要来加强访视。目前全国总共有8个民间团体是收出养的媒合机构。卫生部强调，未来对于收出养的个案，地方政府公权力要更加积极的介入，加强访视，确保囡仔会当伫咧收出养的过程中得到上好的照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